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Ben，都一段時間冇講港漫啦。多謝有位朋友提醒啦，就同我講話肥良有本新作品出咗，就係空獸天行。上個禮拜就買咗啦。花時間好快咁樣睇咗一次啦。難得肥良仲有新作品，佢應該之後好似之前有本海虎對 Beginning 啊咁樣，佢有少少美漫嘅感覺啦。個書個揭個方向都係美漫咁樣嘅，由呢邊咁樣揭啦。裏面咧就兩本港漫嘅內容咁厚啦，你會睇到其實啲公仔啊、啲分鏡呢一格格都似本美漫咁嘅感覺，可能係咪最近香港 Comic Con 有啲動作咧，所以就出呢本咁嘅漫畫。一睇啦，你就覺得係星球大戰嚟嘅。睇完咧都係覺得有星球大戰啦，但係就用咗佢自己嘅名嚟演繹啦。成本書就係68蚊嘅，有啲書報攤就平3蚊咁樣啦，同埋你好明顯啦，見到佢落埋美金個價錢，佢就有所動作啦。最尾啦，我就覺得講話呢本嘢值唔值咧？因為之前都好唔得噶啦，再睇埋啲專欄啊，都係有少少感覺係咪怨某啲嘢咁樣啦？已經唔係叫回晒堂啦，係完全冇翻以前海虎啊，之後所有作品完全冇咁嘅感覺噶啦，冇咗嗰啲熱血啊成嗰啲。但係紀念上啦，因為我第一本睇嘅開始入坑啊，應該話就係海虎啦。我零零舍舍嗰陣時候迷到啲公仔都買好多隻，係啊，呢隻100萬匹嘅專登買多一隻出嚟攞嚟擺啊。跟住另外呢個係海虎合訂本嗰陣，海虎1、2、3輯，咁就一輯12本，咁我每一本就送個公仔咁樣，total 就係三套啊咁樣咧，成套有晒。跟住另外武神都有出少少嘅，呢套公仔就好正啦。但係呢本冇乜書底下買嚟過下日神都我都覺得嘥時間啦。係啊，不推薦啊，不建議。係咁啊，下條片睇下仲有冇咩漫畫再講啦。拜拜。